啟示錄第11章。有一支將軍的嘅冊交本我，憂傷對我講：放起來，去量上帝嘅聖殿和祭壇，同時算看在聖殿度敬拜嘅人，總係唔是量聖殿嘅外院，因為量外院已經留俾外邦人，佢哋會踐踏聖上42個日，我會差派2個作麻衫嘅見證人，佢哋會傳講上帝嘅話1260日。這2個見證人就是企在世界嘅主面前，這2條橄欖樹，然2支燈臺，那有人想愛傷害佢哋，佢哋會對再度噴出火焰來燒死天人，所以萬人想愛傷害佢哋，就會按樣本佢哋處死。佢哋有權將天關起來，在佢哋宣布上帝嘅話嘅條日咧，喊天莫落雨。佢哋也有權掌管所有嘅水源，喊水變做血，也有權隨時隨地用各種災難攻擊大地。佢哋做完見證以後，佢對無大行出來嘅惡處，愛同佢哋相持，打贏佢哋，將佢哋處死。佢哋嘅神使會放在太上嘅地方，就係佢哋嘅主本人當十字架嘅所在。列上象徵嘅名，可比索多瑪也係埃及。對各種人、各民族、各語言、到大個國家，會有人來看佢哋嘅神使3日班，不准人安葬佢哋。天上嘅人會因為佢哋嘅死歡喜快樂，大家慶祝，交換禮物。因為這2個先知係使天上嘅人受大苦難。3日班過後，有生命嘅靈氣對上帝嘅位降臨，進入佢哋嘅地步，佢哋就企起來，看到佢哋嘅人就非常觸驚。這2個先知聽到對天堂有大聲音對佢哋講：上了未來。佢哋就在天人嘅注目之下，坐雲升天。就在這時，大天堂發生，佢坐上旺特1/10，因為天堂死體嘅人有7300，存嘅人非常觸驚，就歸榮光本天堂嘅上帝。天2種嘅災難已經過去，看哪，第3種災難會到咧。第7個天使一噴火筒，天堂就有大聲音講：統治二手該權的，已經歸愛到該主，老其所立嘅基督咧，佢愛將天，直到永永遠遠。在上帝面前，坐在自家嘅座位當過嘅24個長老，就仆在地上敬拜上帝講：故作存在，掠下存在嘅主，全能嘅上帝啊！我哋感謝你，因為你已經掌管大權，已經實行統治咧。列國法權，總係你嘅大法權也臨到咧。時機已經成熟，世人愛受審判。你嘅僕人，就係眾先知、眾聖徒，留所有敬畏你嘅人，無論尊貴也係卑微，全部會得到獎賞。佢哋敗壞大地嘅人，會得到毀滅。也是上帝在天堂嘅聖天打開來，佢嘅約櫃在聖天度顯明出來，接定就熱浪，用雷公有隆隆棍嘅聲，天堂然後太鞭炮。